室外木器、鐵器同埋喉管類嘅油漆系統，方法就同室內嘅一樣。不過所選擇油漆嘅特性，除咗可以兼容室內之外，仲要防禦環境侵蝕，對周圍污染嘅物質有一個良好嘅抵抗能力，同埋可以抵受長期日曬雨淋。算你冇講漏啦。不過油漆施工程序有一啲事項我哋係要注意嘅噃，例如油施工方法，除咗用油掃之外，其他嘅方法都要經則師批核至得噶。而如果油嘅物件喺安裝之後油唔到嘅話呢，咁喺安裝之前就要先油好油。另外油嗰陣時啊，唔好將啲油染落其他物料上面，所以一定要事先將有機會染到油嘅物料做好保護。而門嘅五金位呢，就盡量要先油好油先至安裝啦。仲有喺油同埋等啲油乾嗰陣時，記得要保持物件表面清潔，防止染塵。而油漆未乾嘅地方就要有足夠嘅保護同埋告示，以防俾人破壞噶。我知，除咗個人安全裝備唔可以缺少之外呢，喺油揮發性高嘅油漆嗰陣時呢，仲要留意場地要通風，同埋唔可以有任何嘅火種，好似喺附近吸煙同埋燒焊都唔得噶。冇錯啦。不過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千祈唔好忽略，就係廢料處理啦。我知，除咗未用嘅油漆要放好之外，用完嘅空罐要插穿，同埋染有油漆嘅廢棄工具都一樣要放喺指定嘅地方先得噶。一定要依照化學品廢料處理運嚟地盤噶。我喺度做緊乜嘢？一陣間你咪知咯。屎，咁樣就唔驚啲工友攞個空油罐嚟再用啦。記者妹有幾醒喎，相信大家都已經清楚知道油漆嘅優質工序係點做噶啦。不過識做還識做，做完啊點都要 check 下先至安心噶嘛。所以喺做每一浸油漆之前，承建商都一定要通知則師地盤代表嚟檢驗下油漆表面，確保油漆灰同埋每浸油漆嘅品質同埋穩定性都合乎規格先得嘅。仲有啊，油漆收口要直，千祈唔好油出界啊！尤其係窗邊同埋掣位呢啲位置就要執得平滑啦。另外仲要確保油漆嘅顏色、色彩、質感同埋遮蓋力等等都符合標準，而漆面就要冇明顯嘅掃紋，光滑而又冇擋手感，仲一定要確保光澤一致，唔會流眼淚、起皺紋、發白呢啲情況出現至得噶。如果有則師特別要求，可以作出基層嘅濕度、酸鹼度、完成面嘅漆膜厚度、破壞性漆膜厚度測試同埋黏貼力測試噶。冇錯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位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啦，炳叔。